因为我小西卡哥李彦祖带迄队，规队拢住伫我的马斯面，我毋知影安怎款落去食，反正早时创落食尔，中昼时以后都伫球场遐同乡，逐个同乡都拢会办逐个团体伫遐食安尼。即马就是讲拜五拜五日是拍，拜五暗有暗会，拜六佫继续拍，拜五暗会是是甲无迄阵国民党的这个领事馆派一个代表，讲要摕奖品来颁奖。阮以前迄日就有敲电话来甲我讲，我讲毋免啦，颁奖就爱寄来就好，毋免请人摕来，请迄个大使馆的领事馆的人摕来。阮后骹同乡遮干事讲，假使若迄领事馆的人若来，咱拢莫甲伊侮辱，还是莫甲伊迄落。迄个人佫真是摕来，迄个人是台湾人，摕来我迄阵拍球了，转去厝洗身躯换衫，来入来迄个暗会会场的门口的时，看到即个领事馆的人伫迄个门口袂当入去，因为有几个同乡伫门口甲爬咧，无要互伊入去。就拄好安尼用要冤家的时，我拄好到，我想要逐个甲同乡讲，你若莫互伊，无要互伊入去吼，就莫互伊入。我安尼则叫一个拜托一个同乡，甲伊载去旅馆，去叫即个领事馆的人有若同意怎样去，怎样翕面，怎样无代志。可能因为即项代志，迄年阮妈妈老母伫即个2月、4月时过身，所以我即个同乡会即个会了，我就爱赶紧转去台湾，去甲伊告别式，甲伊搁做一摆告别式。我转去我有去转去，就是阮规个厝，阮太太雅英，甲阮3个囡仔安儿、马儿，甲日美3个拢做伙转去台湾。我要转去的时，我真惊会去台湾遐甲伊调咧，所以要转以前，我特地去西加哥领事馆去甲伊问，问讲我安儿迄阵已经13岁，伊为台湾，伊3岁时要为台湾来时，伊的护照就是甲因妈妈甲日美3个人做伙一张相，做伙一本。迄阵我有听讲囡仔若大汉都爱拆开一人爱一本。我有知影讲，公布是讲台湾的迄阵的政府的公布是讲，囡仔16岁以后才都爱拆开，但是13岁毋免。但是我若要确实是安尼，所以我挑伫驶车去西加哥领事馆遐去甲问，遐个官员甲我讲是16岁才拆开，你即摆13岁免安怎免创啥？
我像遮较安心，像才转去。无去讲去到台北个飞机场，要出境尔，入去到遐尔，一入境啊，迄个阿英甲迄两个囡仔做伙，迄本护照都随互伊收起。我讲奇怪哦，那是安怎？伊讲你这个查某囡仔就是安日，已经13岁，就要拆开。我讲我挑你去4到5领事馆问，都毋免拆开，哪会来到遮就爱拆开？伊讲我即摆法令拄哪改，所以我感觉讲这台湾迄阵的政府才足可恶，伊的法令当时拢会使改，毋免公布会使，毋免先通知拢会使。若要共拘留就是拘留，要调古董就调古董。伊讲我讲头面伊讲你这护照都爱去拆开，都爱先去内政部，你写一张报告书，讲你是安怎要申请这个护照要拆开，内政部有准了，内政部才你迄张这批准的迄张批，才摕去外交部去签护照，新的护照。新的护照出来了，才摕去这个出境证，摕去警备司令部遐申请出境证。我我刚若要来台湾2礼拜尔，我安尼办落若3个月，我就毋免转去美国去上班啊。好佳在伊就是讲，你若要去内政部以前，就恁这3个人先去翕相，2寸大的翕相，你着爱写一张报告书，写好势，才摕去。阮迄日拄到台湾的是拄拜六下晡尾暗就随着去翕相，因3个就随去翕相。拜我赶去内政部，迄管理办理迄个人讲，迄日破病无来上班，我来搁烦恼一下，讲安尼着搁加了一日去像拜日搁去，佳在有上班，像摕阿姨接收伊讲，着搁几日，差不多1礼拜的款，搁1礼拜你才搁来摕迄个准的批准的迄张批。好佳在，就是阮迄阵阮上尾的小弟拄也伫台北，伊伫遐有咧食头路，有迄个乌多摆，伊甲讲我替你创，伊要替我为内政部摕迄张，若出来是摕迄张，伊直接送去外交部去签护照，护照若出来，伊要直接摕去这个出境这个警备司令部，要摕出境证安尼。我才安心转去庄脚，去阮阮妈妈的这个告别式，才搁阮会当参加安尼。参加了，佳在还有时间去东平宜兰遐佚佗，去遐迄真水。有去遐佚佗，反正若有价值。妈就是讲，我佚佗应该2礼拜，我飞机票订讲2礼拜后的拜六迄日要转来美国。